嗨，各位居民，大家好，我係方國珊。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項目下，共有12組嘅行人天橋、扶手電梯同埋升降機系統。呢12組嘅行人天橋系統呢，已經係全數開放俾市民使用，正係加強石礦場嘅用地。寶達邨、將軍澳隧道巴士轉乘站、安達邨、秀茂坪村等同埋觀塘市中心之間嘅行人連繫，進一步便利居民嘅出行。而我哋將軍澳寶林北路至寶康路嘅行人通道系統亦積極推動之中。之前呢，由於需要克服寶林北路同埋寶康路之間大概80米嘅高度差距，項目嘅走線呢亦都要跨越將軍澳隧道公路，同埋遷就於斜坡上有直徑900毫米嘅食水管等等嘅辣手問題。有關部門呢一直係謹慎咁樣研究、檢視同修改走線方案。而家喺西貢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嘅促請下，項目呢已經完成咗初步技術可行性嘅研究，並正進行勘探、研究同埋初步設計之中。我哋自2009年已經開始爭取興建康盛花園至寶康路自動扶手梯升降機連接系統，而安達臣行人嘅連繫設施設計構想同我哋喺將軍澳康盛同埋新都城一嘅設施係非常之相近。近嚟咧，我亦都收到唔少康盛花園嘅居民咧，係繼續追問同埋查詢工程進度嘅。我哋期望政府同埋路政署可以加快推進行人接駁設施嘅落成，亦可以咧喺制定方案嘅時候咧，參考安達臣道行人設施嘅設計。如果大家有咩意見，歡迎留言或者 WhatsApp 我哋。多謝。